芭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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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父運來運去，冇愛停定個氣氛衝。芭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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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愛哦。唱得好聽哦。馬先按反應哈。哎呦，哈哈哈。哎，開起來動歡喜嘿。要滿意。動歡喜。要滿意動歡喜。幹什麼事情？來，今日唱到最講5V 芭比了，這 V。哎呦，強勇的神父。有必要喊他講嘿。哎呦。啊。哎呦哎呦哎呦。我同講，嘿，我張良心水聽聽，我最近擺一條吼阿婆牌嘅，哎呦，好看嘛，有獎嘛，我阿姊啊，挺鮮嘛。佢喺咩上班吼？接哦，難食哦，唔講係薪水都冇少本錢，幾多錢？一條幾多錢？冇咁貴啦，一條幾多錢？差唔多就。哦，這個啊？唔似架看？你阿寫唔可以？哦。你平時按好看呢，手工做嘅呢。跟住買，我接搭陣嘢都月光族，錢要買來。係同講，一下要學分期付款拍慢咯。喊，正業冇講幾番，喊不罰錢咯。哎，拜託平常時做些按辛苦呢，冇本事甲分期下，你兩樣嘅講啦。分期嘅咪好，刷卡嘅咪好，唔會痛。用錢嘅咪好，不多，先講不當痛。偏一價，偏一價，對，很便宜呢。按啊，哎。一下後生人都按呢啦。500塊。哎，假使一條按貴呢，又冇是蝦米，70萬捱啦。加捱下啦，加捱下。冇啊，阿唔掉頭擺，做些按辛苦，唔好想去死掉嘅錢本去甲分析下嘿，還講唔掉存嘅錢啊，全部都冇拿出來用。唔過吼，我知道吼。當然要辛苦啦，要艱苦嘅素材。唔過我看啊，要睇字咩一路苦過來，係咪？掂條。我知道龍德山人嘅後輩家庭啊、生活啦、當時嘅環境有關。我知道啦，我知道。你來講一下細時節用錢嘅觀念好冇？好好嚟教一下我啲阿珍。哎呦，安尼有嚇。讀貴題冇按嚟後邊做。來問一下。水賢姐嗬，水賢姐，唔連下拳，講一下細時節用錢嘅觀念好唔好？哦，將來細細係嗰時讀書嗬，上課嘅時節，1年2年冇嘅教育講愛錢，冇嘅教育講愛錢，我係叫細學嘅。媽媽生叫切咧，係。哦，你聽嘅？我親後輩上嚟，細妹係算15啊。哦，哎呀15啊，15算有下一錫嘅，唔過冇法度切實。對，我媽媽對我講，我姐姐23歲就結婚咧，佢就講，23歲你就唔是拿錢幫我，佢說我經濟上方面就看。算高回去。算高回去，將我做乜嘅做得做乜嘅啊？跟你細時節，就講天天都太有錢，買乜個東西啊都。哦，講到買東西，我親愛買東西，我有3多啦。書多，書當多，哦，衫褲當多，衫褲，還有收藏品當多。唔中到乜啥？你爸爸應該有中到你爸爸哦。我爸爸以前係細個有同人寫對聯，寫書法啊，細就影響到我。我太爺就當我買藝術品，當我買畫。既然可能是你喺後生人買嘅東西。係啊，佢唔使哦。而家後生人買東西，當隨性就係。隨性。即係神本講係隨性。對。來問一下對面好了。隨時不一哦。你用啥有原因什麼？雖然就係假音色咧。假音咧。挑戰熟識咧。好姊妹。帶來邊啊？我大先做關係。先做關係哦。講係算啦，我個係了冇話咁你乜嘅度呢？你有幾多？我是到3幅度。3幅度。唔通咩檔口買啊？跟你細時節對錢的觀念啦。我都未花錢。哎呦。我從細因為可能環境從細。
唔會差啦，所以講。哎，看得出來，你看面哦，啷啷。哦，有冇有冇，啷啷啊。SK2有高手。一看起來就細細時節，爸爸媽媽當想當囧，阿公阿婆當囧。你說他有滿對滿哎，人哋係滿冇疑問咯，滿。人家唔係講係難嘅事情，而家我哋全部都同嘅事情。不過雖然這就細細時節冇少錢嗬，媽媽係咪接咗人講，生命唔抵米價。哎呦，你咁厲害咯！因為我最大啊，我最細咩，阿婆接咗一個，買凊彩買東西，生命唔抵米價，真健康，跟住花錢花得多。因為幸福嘅台北轉過來咯，一條南無拍落檔好看嘅，我條條啱咩呀？真件檔好看，唔明啱咩嗬？我條條啱拍嘅啊！很強哦，跟你咯，你看有沒？我看也當有錢的，你看個絲巾比俺還好看。帥哥按會講法。哎呦，仲講帥哥，哎，等下爸媽同你講。哦，你講哎哦。講下細時間啊，用錢的觀念。我帶桃園平鎮啊，從細不卡辛苦。哦。我媽媽沒留給窮樣，供七屆。哎，你還有份呀？供七個錯了。幾多個？七屆啊？7個，5個，6個。第一名啊！來搶官員來個 NLP 啊，都後生人來供下多啲看見嘅。來，平鎮。我都不卡辛苦啊，港中人啊。係。爸爸媽媽要做青島甜食，還有種菜。就煮誒，你有乜嘅上到你都嚟很記得嘅事情？哎呦，我有三夫很作定啊，就作啊。哦。因為唔會過時，因為冇爛嘅啦。你冇來講，你三個阿太傳下來。有槍嘛？誒，阿太穿時髦啊，知冇？三夫做嚟做出新娘照，今日來結婚嘅時間有做新衫冇？有啊，有買兩禮服。哎呦。但是出外也沒做得咧。哦，有個好處，神采莫變。哦，因為你講一來一上前還會笨錢。用我電腦。我講，我哋開一間旁邊算命線，啲擺作嘅，來問一下啊，米兒姐姐還蠻滿當意哦。係啊。來了，哎，你看紫色，你看最貴應該疊針。哎呦，應該沒懂過事情咯。用壓沒有？哎呦，來咯，講一下一隻錢打24隻嘅了喲。跟你手藝很好呢，做得大按都見。哇，6個生日呢，講一片田。我親太，所以講行來穿的所有的一口裡頭嘅，還有5個露台露帽。誒，中央露台露帽真係當幸福。誒，佢係兩位最大哦，太子哦。你沒太極哦？我沒太極。你看，哎，太極出有太極的用的呢，你知道嗎？家己錯了邊出有太極的用的。係啊，裝滿妹就唔抵錢啦。真嘅，真嚟咯，阿靜係真嚟啦。哦，做到頭來。哎呦！轉到學校轉下來，叫我去田行比實操，對吧？3副即將拿到後8項以上。真嘅呢？係啊，哇！嘅制服嗬，等於套。今日做嘅，結果洗下槍嚟，用個毛巾嗬，拿嚟滾到中間，你扭啊，別出水樣嘅，就掉起來，停嗰下。真有動作去叫，今日翻地位嚟。翻地位，然之後我下有種菜，長菜點都要。啊，愛買嘢買呢，就豆腐魚。啊，豆腐魚。鳳咧？做地磅當當。鳳咧，對嘛？鳳咧，5條天。哎呦，帶一班。帶一班，中華農會帶一袋，佢就按行嘛。真嘅生命唔點而家嘅。你都係平年佢都冇到。Hello，豆腐魚。豆腐魚當行咩？嚟，阿記姐呢？那係大拖人嚟過日，那條跳擺係鋼鐵人，鋼鐵人那條寫咁啊，我用王工國母徐天開國母館啊，啊那條圖書館嘛嚇。啊，今日要即係要解咩要跟攬咩要潮風嘅攬，啊那啲大盤啊嘛，就那嘛就正嘅潮風攬，然後隨風，那啲大家搞住盤，係那啲寫係就按講嘢咧，按講嘢，啊你嘛都唔會睇㗎嘛，
大家們你們叫你們結婚參加多多志工，啊志工伊多多制服，啊制服伊唔是賣衫的啊。係啊，伊啲都很多就做制服做好了，你看你買呀哈。我店方沒有制服，我接出來亮神聽聽的，你記得誰？你講。我剛才唔知制服按講夢，我唔願意聽啊，你係做誰？睇五位芭比姐姐吼，佢講按動啊，之後以前過來就是講有上時間上前吼，唔但將係位置架，係位到木卡嘅，我做呢種感覺，以前老爹還是冇強嘅。係啦，簡單來講吼，頭擺是高不強啦，吼。高不強，你跟買東西有高不強啊？那相當人，那情緒本來我被開，後生買不愛嘛？死腿冇強用嘞啊！你看啊，我們睿智輩的啊，基本上都睿真好嘞哈。睿真好意思哦。阿雲這全部都當愛強用，呀，還沒懂好買，死腿冇強用，唔是按高不強嘞啦。我最想講啲哈，雖然硬講，就是後生人老以前冇強用，喺度看吼，喺兩胎之間嘅偵查啲那邊，好嘛？唔講係動鏡吼，係變成基本應該那個。唔係啦，鼓手，唔係錯嘛，唔係。姐姐講唔係就唔係啊！姐姐講唔係就唔係，地下唔係嚟唔。笑裡藏刀。怎麼這樣說我的姐姐？大概限量版一出來，給諸位買。哎呦，你講到蜈蚣係冇？將來屬於公仔，係較貴嘅。我講公仔咁貴，嗰個字典蝦味啊，全部唔可以拆開來哦。阿雲這全部都當愛強用，呀，還沒懂好買，死腿冇強用，唔是按高不強嘞啦。我最想講啲哈，雖然硬講，就是後生人老以前冇強用，喺度看吼，喺兩胎之間嘅偵查啲那邊，好嘛？唔講係動鏡吼，係變成基本應該那個。唔係啦，鼓手，唔係錯嘛，唔係。姐姐講唔係就唔係啊！姐姐講唔係就唔係，地下唔係嚟唔。笑裡藏刀。怎麼這樣說我的姐姐？鼓手係基本嘅要搶一個救兵來。係啊，我要出現咯，播訪問同到後生朋友。基本冇乜印象，好冇？你要來看啊，一個後生朋友佢哋嘅想法係咪？好啊，好啊，看下了。你嘅錢都私底買給所猜啊？我自己蠻喜歡聽音樂，然後就會去看演唱會，平均大概2個月一次，大概落在4、5千塊。周邊大概花多少錢？2、3千塊。我最近有在迷球員卡，最便宜的一盒大概是1000多塊，對，那貴的當然就要破萬。我也花過萬元去買球鞋。平常時都會去看演唱會，不然就是聽團。去年是幾多錢？第二件事情，然後5位數的。我會玩一些那種人形玩偶，所有的娃娃加起來，這樣子大概花了你多少錢？大概就是那個6位數。我物質慾望沒那麼高，但是我對吃東西比較注重，比較高單價的 buffet，那我會想說去吃吃看。這種 cos，這個價格大概可以到多少？5位數啦。我買了非常多的 CD 跟唱片，他們看不太懂。大概花了多少錢？他們有念你嗎？我花了蠻多錢哦，1開頭。10萬，可能我覺得有100吧。本總比念過嘅小費行理由。他們最常念我的是為什麼又喝飲料，為什麼又買宵夜？因為我們家是開早餐店的，所以下一句就會說啊，家裡就有飲料啦，就是家裡就有東西吃啊。我媽就覺得訂外送這種東西就他會收那個什麼外送的費用啊，然後就加很多成在上面啊，你不如自己去買。之前有買了一顆200多塊的水梨，一個水梨它賣到那麼貴，他們就覺得說我是沒有在看價格，然後就被念了很久，就被念到現在，就是說你當初好像有一點揮霍。去日本滑雪，就11天花了大概7、8萬，對。
他說你出國一趟花7萬，我們去一趟韓國可能才2萬塊就有了這樣。因為我很喜歡就是迪士尼的 IP， 所以說像我很喜歡那個 IP 是三眼怪，所以我自己就只要有三眼怪的東西，像是聯名系列的，我都一定會買。我爺爺啦，他就會說這個就是垃圾啊，就是垃圾啊，就是垃圾啊，然後他就把它全部弄倒的。唔敢用認同4錢買快樂。我覺得生活中壓力大，然後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紓壓還可以啊。買了就會讓我覺得很開心，所以我就會想要去買它。就是可以讓它變成支撐你精神的糧食，但是不要過度，就不要衝動消費。體驗過就把它這個快樂換成現金，可能比較實在一點。我知道我可以怎麼樣把我的生活過得快樂。我覺得不要說年輕人了，我覺得我們老人也是會覺得花一點小錢我們就很快樂，當下很快樂。那為什麼不花點小錢買快樂呢？哎呦，懂辛苦呢。我看哦，我看我腦苗，我馬眼哦。竟然係馬眼，唔夠老虎開哦。來本馬眼嘅出腳出去。來，剛剛辛苦啦。哦，問到按到對你看事情的後生人嘅看法，我咪問一下太極哦，我問一下正經做太極嘅。你有印象中什麼？你剛看到樣片地位度後生人。有錢看唔慣，你就會買飲料。哦，比1片仲還貴呢。啊，吃落去對身體又唔好，對嘛？付出的代價太高了。通常一成人都冇啲咧零兩歲嚇，專門做下切個白開水喺度。係嗱，聽個糖豆嘛，我唔可以攞杯買嘅。但同講，基本上地杯買唔出去。天口，當天口，我識講，現在天口。當然你矮啲嘛。我真係唔可以買。太極門就冇買唔好誒。而家看嘅樣片裡邊都印象較深嘅係乜嘅？我親反對就係也動到呢，哈日族啊、哈韓族啊，一來叫一種票叫錢人注意買啦，知道跟你當浪費錢。哦，嗰時對養生唔好。對，我知道。無論你係韓國嘅、日本嘅，還係雜異國嘅。對。糖奶嘅，糖奶嘅，你一佢是糖奶嘅，而唔是出軌。唔係人哋邊啲人現在都唱緊芭比。去解。要買唔啱唔係都支持。買聰明都係標料味嘛。做對，要片買較便宜嘅。唔過睇價錢冇看啦，我簡單整理出來咧。你其實吼實際上咩冇歐白論事前，整理出。你講兩句話。你等一下吼，我要整理出來。你睇營養性會事前嘅素材。先講哦，你調查你倆講嘅 Z 世代。較後生嘅。00字係位嚇。冇唔錯。第二個咧，我相信大家就做認同啦，係老師嘅相關。比如講去傳堂食飯啦，聽外送嚟，應該冇問題吧？對。所以一天要食嘛嚇。係啊，我就差唔多37.8%，我40個按度嘅人哦。差唔多。先願意花錢，佢就會適當紅。食到較好一些些咧，就按呢。啊，第二個咧就係用辦搞嘅，你都韓式時咩啊？做嘛有一些休閒嘅娛樂啦、看明星啦、遊樂園啦、出去撩啦，差唔多有20%嘅人啦，嗬，錢就會擺啲呀。啊，再過來就係用嘅啦，按你咩冇問題啊？使用你成分要愛用嘅嘛？係啊，差唔多有11%嘅人，嗬，錢會擺啲呀嘅用嘅當嗬。嗰種你看設計搞嘅用嘅。冇乜嘅好乜嘅啊！不過對我嚟講，因為我而家我搶嘅，我要當到後生也沒有來。我想到前一餐面，我有看到名錄當中有隻標題就寫講，後生人吼，佢哋薪水月入差唔多3萬塊，不過佢成分衝有10萬塊哦。做當好，賣當好，食當好，你很多後生人有隻新的名詞，很多精緻窮，你隻現象出現的吼，發言啊，精緻窮。他有談過冇？其實就亞下嘅人啊，前下願意把啲亞嘅體驗當紅。一份面500塊哦。有啊。我擺盤一下，其實成本25塊。唔但將擺盤一下，你嘅表面愛講，然後翕相嚇，做啲本大家看。來我呢邊嗰啲幾好翕相。你拿啲翕相。就做啲
有沒有？500條。還有啊，像手機的啊，我唔知大家有冇個牌子嘅手機的啦。呀哈吼，迄上唔單槍，我用個lingo手機的。唔過大家鬧到吼，以前你穿洞道啊，吼，百萬元kyung用啊。那個新的手機叫做新買去。對。冇，其實實際上呀，迄上一張嘢差唔多就係3萬5啊，到4萬5便宜聽聽。鼓手就有你們 sell 的力啊，吼，哎呦，上到安尼講精緻，唔過懂冇錢。大家有懂。拄唔掉講，我卡生嘢啊，後生嘅消費習慣，有冇？意思就係殺下來冇去買嘢，來，哦，那條同的殺去做回收嘛，但回收又改後生人哈，佢買送海哦，送海哦，佢摸誒，佢專門丟出來本來丟哦，新鮮哦，你個吉祥專門包年咯哈，啊，那條伊問佢講，按個海你做乜話咧？叫冇看咧，兩條海冇好看，冇本。過時誒，都本太假。本來條，啊那條未全部未送，不該殺去嘅，那條還未送嘅。啊，佢係迄高行迄包嘅喏，行迄3條線。3條誒。難啲咧，難啲咪擺。唔知啊，上個一天好嘅係啦。假使係安尼個漢版沒有聽日殺去。哦，來，秋勇講下。我生日咩？千位買鞋。買個限量版一出來，佢就會買。哎呦，講到蜈蚣係冇。講幾樣啊？講到要咩蜈蚣買啱到鞋，嘅鞋櫃啊，全部唔到嘅鞋。跟住條門講一雙鞋幾多錢？唔是門，佢買那送本鞋時間哈。送本鞋。我不知道價錢，佢講送鞋，結果去結裝鞋讓啲啊。佢按你說上嘅起來講，一家來買鞋一定當貴，乜米意？好，那啲下當4行誒，譬如講客家布布，客家 baby， 客家布布係唔可以數啊，佢專門愛數嘅公仔。公仔較貴嘅，有種講公仔當貴。當貴嗰個2連盒嘅哦，全部唔會拆開來哦，貴啲標定嘅哦，佢講要做嚟保值，我去某啲。真叫保值賣出去啊，講拿到錢。都喊到我冇卡。哎呦，啊！叫我就貼不給他邊。來講，那個都冇利益的東西啊，生錢冇意義的東西啊，冇意義。生錢自己係樣嚟㗎，都生錢唔出口嘅啦。生錢唔出口，10張都幾多錢？1萬5咯。我講我講一下，你喺當人哋收這個娃娃公仔嘛，其實做嚟保值之後，你給佢賣得出去。對啊，冇可能。給佢賣得出去。哎呦，死推在邊啊！真嘅，很呢。然後出去。出去後面樂色啊！嚟啊！要講啊，講樂色，跟人避暑針有數到係冇？係啊，人生有咩有啊？有啊！你看從來冇嘅哈，來水蛇冇嘅，去讀國中嘅嘛哈，去當我嘅5566哈，556你個咩當到嘅周邊產品，嘛個相片啊，個東西去賣台隊，賣台隊賣貴賓槍全部係啊！啊，東西結婚幹嘛？哇，2個生日咧，嗰啲東西全部丟牆，佢被打走牆。56不能忘啊！你看韓星啊、日本啊、那位年代、美國啊、那位追星的，你而家講到嘅係咯，人講嘅至少係看得到，所以講就係講乜嘅，看唔到，可以係做冇。細細隻有追星，可能會水魚這隻。啊，來摸一摸。哎呦，追誰？他追日本，徐哲文，佢唔係名啊，就咁啲。唔掉日本啊，日本咧。哦，我教你個方法。係，他把幾個來法，你去看喺馬上，你去請人哋阿珍帶你去改造成他的樣子。哇！好，來，他講唔談得，唔談得嘅錢。最近這啦，你生日係會追星冇？係啊，我生日係佢親好聽音樂。同我去，真的買專輯，然後下載，然後花錢去收集，對，收集。係，因為我生日咧對音樂興趣多樣嘅，寫成出來嗰啲 CD 嗰啲嘛嘅帶電去寫成，藍牙喇叭。其實佢講了冇說服力的。音樂也是藝術熏陶一種。係啊，老阿妹喜歡收藏藝術品，輕用啦。藝術，係啦。音樂藝術堂啊。來，秋勇這個。我有兩個妹個來哈，我睇妹頭擺托貴重的時間，就分 SOS 大小 S。講叫去日本，我講哈，你去日本那有錢啊，你要讀書咧。
那時候念國中而已。哦。叫我毛筆去，就偷偷的啊，要彈個歌的啊，買幾個 CD 個掉哈。啊，細妹就分萬元了，羅志祥。佢要演唱會就一定要去，我買最尾一排800塊，捱咩所以現場彈啊。冇，就用在我同講，嗰800塊聽說係少一隻人。唔會啊，佢唔會騙啊，唔會啊，唔會騙啊。像這樣攏講，係咩有方法都嚟指你性。要有方法。要，係攏講。帶定愛轉10歲去，媽媽見邊去追星，睇馬莎，走位，是啥？來條 V， 來愛條 V， 很做的唔是錢哦，是吸收市場。唔是錢啊，拿個芭比轉去啊。我芭比幾好多，係我妹嚟飲啊。我訪問到飲。訪問到我妹啊。就用在我同講，嗰800塊聽說係少一隻人。唔會啊，佢唔會騙啊，唔會啊，唔會騙。像這樣攏講，係咩有方法都嚟指你性。要有方法。要，係攏講。帶定愛轉10歲去，媽媽見邊去追星，睇馬莎，走位，是啥？來條 V， 來愛條 V， 很做的唔是錢哦，是吸收市場。唔是錢啊，拿個芭比轉去啊。好啦，講啦，同學都想到講，前差咪看到一個研究啲報告嚟講，你有發現好多購物多巴胺。多巴胺你也嘛該嘛？譬如講你運動的時間，產生多巴胺，你心情就會快樂。真根本你購物多巴胺歡喜嘅，常常唔係東西拿到手，唔係哦，係罰錢以後我就等哦。唔係罰錢啊！定下東西寄落去用版型，拆開嚟，當翻譯，係其他拿到來就哦，你看在高場禮拜度，我的多巴胺分泌之後就是開心，那就開始嗨擺，我買嘛買，規只高場其實當電影講的，因為你會無限的去循環的按樣型的事情，就越買越多哦。跟住就頭擺穿到前講，係用百本自家快樂嘅，人生剛開始做事啊，提一本薪水，唔對。是對來導邊，佢冇一講來啊，某一天記得頭擺啊，對追那個什麼劉德華咩 Q 用喎。來，係咩東西可以點呢？各位太極，所以講提一份薪水，冇錯，就用這提一份薪水，係提一份薪水啊，咁樣各種病業就建教合作啊，來爸就講哦，什麼嘢啊，國民學校病業就會添賺錢哦，所以我就唔敢過去托國種。做忙一兩日咯，我連沙都講誒，人媽媽講阿爸妹，我嘅紡織工廠哦，織布工廠要欠人哦，停佢嘅必做，第一張嘢量到1800，我就變心態搞不我妹，我妹就拿100塊本來做零用錢。我知道我家下薪水唔會按大。來，大家避薪水咯，大家避薪水哦。哎呀，佢還有萬人橋呢？而家銷售啊！係啦，而家銷售。萬人橋，嗰個提擺拿到嘅薪水就存的錢哈，夾我爸話就同我講，我去買一隻樹貝。哎呦，跟樹貝很財嘛。冇錯啦，哎呦，蠻想買樹貝做傳家寶呢。係啊，冇，自己樹貝要下揾自己金子咧，金子太雜。樹貝，靠個樹貝有關係呢？是，不靈啊！我就他知道講，可能就講哈，樹葉嘅問題哈。你咪上個講本地老太老母註冊，有錢註冊本家讀書，咪當歡喜。冇錯。係啦。家感覺唔會講，做乜牙錢穿到錢同本家嚟用唔會呢？全部就係愛交本爸爸媽媽。係啊。乜卡強酷，嗰時候來問萬唔會代表。係啊。雖然真係冇可能行去拿張副卡。買好賣手戒指。我手，唔係香港代表。唔好講起來，冇發盲啊，所以講外賣上也不會，唔會講說這個不要買，那個不要買，唔係，就像講盡量上來賣，就像辛苦嘛，一提份薪水咪本自己犒賞自己。對。不過不管法律那邊嘅重視咩想法，就一種專業的個比好，係啊，不卡股比好，幾種是係樣。
嘿呢，其實你也好上人嘅想法咩按呢？你留一邊好，都按上網存錢的啊。鼓手，你吼啊，就會用盧卡啦、文氣嘅方法。其實老人家嘅太夢想咩冇差哦。你嚟過好。唔過嘅方法歌唱冇強嘅。唔過你嘅未來一種壓力比人家還較大，因為你拿到一個重擔啦，看到我拿錢嘅時間哦。你按講啊，真係有人家身邊當到後生人，真係花錢嘅時間哦。當快樂，中年來說，我叫錢用解散啦。我好奇講各位芭比姐姐們，你有冇卡底部度後生人喺講亂使錢啊？亂使錢，你哋揾用版去你講。我唔敢講，因為我點樣學文化，我花比較多，係我每嚟飲啊。你講哎，媽媽，你事前都比我還誇張，你要念，你要講。所以我唔敢講啊，對不對？啊，心裡面吼講亂花錢，吼，結果再唔敢講。哎呀，我做咗太極神，然後太極語詞嘅，語詞唔一樣，你弟弟妹妹用牙錢呢，主場嘛，你最有，你總得媽最懂人呢。唔係講，唔是講媽呢，我從啊，較早啊，細年細嘅時節哈。一般啊就會去講，比如講，過年的時節，係咪量到壓歲錢、上年錢？佢兩個啦，佢就會開始存。佢話在用錢的方面就有個觀念，佢會去存咯。喺佢自家愛賭行，喺 intention 同佢賭。佢自家賭。哦。電動遊戲佢會看到乜個東西好適當用的哈。佢會上嘅。佢看下一看哈，因為我收藏一些藝術比較自然的天然的東西，佢向我一看咧，佢說媽媽。那個哈，以那個價值來講，太貴了，不值得。幾萬，有這個邏輯。對。講透這件事情啊，只有邱勇在這邊做到。我只有幾枚係講透理嘅。我較省儉啦，因為頭擺就冇錢，要冇錢好煩。所以人家想說啊，太下來。有可能啊。結果佢喺講亂買東西啊，像我拉嘅，佢出去買個預售屋啦。可能要搞屋嘅，我係講退款咯，叫佢要算啦，佢算啦嚇。一加班咯，挺辛苦哦，一加班，韓國以後要花的錢就要算一下。算一下，觀念當好，我做觀念當重要，哦。啊，唔過一觀念用辦公好老唔好咧，因為家下按呢談下來行啊，發現到還是真係越醜越真版嘞。哎呦，有糖衣費也就對，有糖衣費也就對。冇，我發現到唔但唱係好買啊，哈。誇張啲嘅講法。鼓手其實老嫩太細都好買，啊，只不過太細個買嘅素材冇強用。做埋個買屋嘅就聽錯嗬。我買嘅係咩動大錢啊？鼓手你來談困難，冇聽錯嗬？你其實老寶貝嘅咩是輕微買。哎呦，只不過嗬。你出先者喎。買到冇按線名聽聽，冇幫人看到聽聽。鼓手我要來去做街訪咧，我來去摸一下，呀下嘅事態你都啲嚟買乜嘅啦？好，來，聽下來看啦。冇辦法了解總比買乜嘅東西。我媽會特別喜歡買那個冰箱的磁鐵，我是看不太懂啊。以前不是會有那種電台，然後就是所以那些廣告，然後就會跟你說買什麼藥，然後補身體之類的。我以前阿媽就真的會去買這樣。外婆有買過一雙鞋，然後是定製的鞋，然後一雙要5萬吧。但是我們全家人都不知道她當買來幹嘛。我理解她可能是炫耀成分居多，就是一些為了所謂的健康或補充什麼維生素，然後就去買一些4、5位數的保健品這種東西，我就覺得不太 OK，因為其實這種東西其實你日常生活中你吃東西就會獲取得到，所以就是覺得有點多餘。開幕很像是我爸爸會買很多的潛水裝備，可是他平常沒有在潛水。我爸會比較注重這個下午茶的這種東西，但是他可能會覺得心境不一樣嘛，還是泡起來的口感，這個 feel 就不太一樣，所以他會一次買可能比較多。但我也希望他慢慢喝，可以喝完啊。只是坦白說，那個要喝完要好一段時間。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多，那個茶具一組它有幾組？
大概10-20組有吧。那阿妹給東喜歡，然後他給他團購，不小心又買了這個，又買了那個，就是生活用品。給都會講，我要用得到啊，以後用得到，我先買起來放嘛，結果越來越多，啲冇被帶嘛，轉去有看到，你唔係標誌年的東西呢，冇開過新新的呢。我比較受不了的是那個，他買了小廢物，他可能用得到，但我用不到。然後，但是他比較常就是買了衣服，然後結果他穿不下，他塞給我。有選色障礙，就什麼顏色他通通都要。結果後來會發現，其實很多顏色我還是不會去用它。對，那你幹嘛買？因為我覺得好美啊。然後也會突然整理衣櫃，怎麼一樣的買了2件？唔知道中逼買，暗都黑 V 都買嘅。可能是媒體的關係，像我前面聽到阿嬤電台比較以前的媒體嘛，他們都會刻意把一些商品的，就是功能啊，都把它誇張化，然後也讓你覺得說花這個錢值得，這好像真的會很有用，所以就買下去了這樣。還是覺得便宜，就算被騙也就算了。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有這一種想法。媽媽的出發點一定是好意，就是她會覺得說，這個東西它的價格比較低，你又用得上，買回來這個東西是對你好。可是其實我自己認為，消費的行為應該要服務你自己。覺得我爸媽就是他們只是比較願意在我身上花比較多的錢，他們其實不太會自己買什麼自己喜歡的東西，所以我其實是希望我爸媽可以多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，就花一點錢在自己身上，不要全部都花在我跟我弟身上。看衰以後，我沒有當到配的想法啦。有嘛嘅想法？選問題，選問題。但係你啲咧看嘅時間，講嘛嘅，自家講。你講好彩冇？冇訪問的講冇。訪問到來因為定印象啊。我看後生人講了就，我家看到。5V 8V 其實佢哋心肝都沒有一些想法，有幾句我所以創業所以講，我希望爸爸媽媽啲買東西嘅時間，冇一天去想到我。其實簡單來講啊，做我上得特別態咧，就係冇愛將你當作係理由。你自家愛湊免運，你就講我要湊免運。我講我知道你都用得到啊。你自家想要買個乜嘅東西，你就講我自家想要買。你就是看了天師，你想要買你就講我好聽，我知道我可用得到。來，我阿記者咯，而家 content。為是啊，你印象當中咩係乜嘅？來大概年後來會去露營，係露營。哦，按時行哦。哦，來上個禮拜去山東去馬拉邦山露營。係啊。咁啊個阿母條吼新衣圖哦，吼咱個睡袋吼係五毛做的，咱其他個同事個條睡袋係個條牌太亮個用棉被做的睡袋。千斤頂。係啊，伊就講貴有凍冷。啊，無條水有凍冷，來五毛做的，唔會冷，因為來賣煮火賣下貴嘅。你看，你昨天講的嘛，有陣時買東西其實係服務自家。係啊。自家愛嘅喜嘅話，吼，所以這以前係咪亂買啲哈？家看到啲樣片，又想到自家買嘅，這個想到自家，你印象當深咩嘛？反正我賣東西都不會，也冇會看價錢。像我們這種，你外面有買東西？我有不用偏多。你買乜嘢？邊乜嘢？因為來賣煮火賣下貴嘅。你看，你昨天講的嘛，有陣時買東西其實係服務自家。係啊。自家愛嘅喜嘅話，吼。所以這種，以前係咪亂買啲哈？家看到啲樣片，又想到自家買嘅，這個想到自家，你印象當深咩嘛？反正我賣東西都不會，也冇會看價錢。反正我哋不可敵國誒，唔是看價錢。但是咱唔會賣個當幾廿萬嘅，咱唔會賣嗰種誒，最多差不多幾千塊嘅，咱唔會開幾萬嘅，咱唔會。我唔可以賣幾萬，我賣係9,999。你真嘅我發現到啊，我必買東西那件事情有上市吼，要試探你必然你還較有本錢去買呢。真嘅。個天師大家開來，明路當紅講嘛，佢就買咧，還有上市啊吼，團
團購辦公室地方，他家悄悄啊，就買咧。你還懂得團媽團爸啊？不過有上是買到嘅東西。係啊。懂電影講。有買過？唔啲，實力本用版嘅用嘅。購吼，用版。講到團購，他嘴軟。我每講叫，我係攏那個群組吼，團購群組封鎖掉，叫逐擺辦案都逐禮拜辦案都東西做咯，叫吼無攏封鎖做唔得，結果那時攏跟團購的老闆講啊講，我某一個攏封鎖掉你的群組了吼，佢就我笑叫。我幫你限制一下啦，結果佢攏要限制1個小時之內只能買一樣，哈，結果我某一個。哎，這好漲沒？根本冇好漲，1點鐘幾個就條牛早賣。就你用24小時，叫我們做賣幾多？你同講這種限時搶購，點都較電影感。沒，拉也冇去睇嘅，佢可能會學性安尼成法，安尼方式，可能佢不自覺嘛，佢家唔知，佢咩會想講好啦。不能買，就變成了囤物癖啊！真嘅呢？有懂到，你買中的標籤都冇差貼。來，終於還沒有啊？你沒有？手機拿出來。來，還忙地講啊！203我其實買係啱啲。來，摸一下，203有幾多色啦？剛一色點點。我去青島色的係重複，跟以前流行的那喇叭褲的嘛，喇叭的那種啊，寬鬆的。你喺旅行哦。藍色、無色，就薄色、米色，對。斷捨離，你重要嗎？有哈。等下有顏面冇重要。講一下，你們在家買東西嗎？因為做阿姐的嘛，可能買東西物欲。老實講，我哋重要係像嗰種安尼，看到嘅，唔講阿姐們看唔係人創造的，天然形成的石頭的山水用的，天然的木頭。木雕。我去買漂流木。我看漂流木，我看夾嘅造型。唔看。我看夾造型。買石頭。個人啊，係買石頭。唔看頭前嘅。冇。有隻饅頭冇。你看呢個饅頭。係個寶味。有冇？哪有冇看啊？等下簽一張名，去一張箱，佢咩當歸，本帶水。唔係，個寶味係唔做嘅，唔愛，唔係全部愛。天地田野，啊，愛啲。啊，你同時都出一隻唯一，就叫唯一。我摸一下個頭擺做農色嘅秋榮姐，我講嘛嘅像安尼，假使係人聲音嘅田園嘅哦，田園11萬哦。我哋環境也冇安好，也冇可能會買安樣。我嚟看剛米語記有講，其實就兩啥哦，當搶嘅素材就講，來發現去發嗰種。心動的書蟲就是藝術的，你看給他講唯一哦，有的你冇看到，一條生活當中，我用得到，我使用得到，我用得我將吃到講，哦，我花這個錢懂值得。今阿記在這裡面安做，愛人意，來咯，看一下，我吃到記哦，有一種，佢看起來就有一種實用原則的人，這個有這個顏色，好冇？講一下。那就好形容的吼，我東西我緊表面吼冇用啊，就都在看見啊，深度啊。你剛剛講去露營跟睡袋，講下露營的東西，睡袋還有乜嘢？睡袋還有個帳篷你免買也好了啊。哎呀，還有個睡墊啊，睡墊那個昂貴的睡墊啊，唔係就買哦，那好受暖啊。你露營就你買天氣暗冷吼。你看睡袋幾多錢？18,000。哎呦，你看，係咪價值觀真係冇強用？係呢，其實唔單止價值觀啊，我咪感受到亞下買東西嘅方法咪一模強用。有偏離性，我知道疫情過後啊，有當到嘅購物嘅想法都改變。好，比如講你要買東西當方便，冇一定要出去。好，來看一下水雲姐姐，佢家有講到，佢自家會囤物啊。盡量買啊，看電視沒做得買，哦，燙打機有沒做得買，你下手機也拿出來就做得買，係冇？我應講古水龍應從當時做得買不能對，你還連蹦蹦就對了，對，因為你要當 APP 當封片。來咯！哇！跟係點嘅？你天氣買東西買到眼窩卡前位都應成嘅。我咁說啊。
甲病毒骨恁不如放弄放弄安乌卡闷后咯，好简单。哎，你管理费我那较多钱呢，因为给收件室吼，全部就你在用的。哎呀，那就水果没不能对，他们栽培，他们团购哎，小琉球、澎湖。哎呦，全世界就会去个商场。系啊，去名路买東西，有愛看秋紅這種，你喺名路買東西。無按愛名路買。哎呦，我愛看實體的。哎呦，看到東西。對，我看到東西，材質啊各方面啊好不好用的程度，我們才會買。更有本源偏高嗎？我有本源偏高。你買乜嘅變乜嘅？無啦，買就買嘅啦，結果來嘅時節，係嘛乜？唔免愛買嘅啦，唔免愛想象中的按強按好用啦，因為我們炒菜如果太重的話，手會痛啊，哈，有7天的鑑賞期嘛，要做的看要退錢呀，要換貨嘛，所以買出吃到去麻煩啦。之前啊，因為寄轉去，佢要個寄來。之前你差不多點就搶順做來嘛，係偵查組，偵查組哈，偵查組就來啲位要分享過。去年啊，就有做一個統計，就發現到哦，差不多加起來就有4000件哦。4000件哦。嘿，蘇師，給賭錢行卡等人講哦，差不多哈，那個財務上面的損失就超過2億元，2億多元。哎呀，2億6000多萬。網購唔好。真嘅，網購唔好，買去現從。買同我比偏啊。真嘅，買到唔好嘅東西。我買吃到講網購沒有給呢篇嘅素材，就像亞東都喺商品卡好用名路買啊。最主要就係吼，佢做得路卡，還有做得分期，就唔是講我一下就會拿按到嘅錢，啊唔過你去實體店面咩做得分期啊？嗰時候你都一成年就冇分期講係瑞晴姐，你他金額你都一次不清哦。哦，會啊，解佢講過，以前係香港係當位刷卡嚇，有嗰啲信用卡，係講過。你擼卡擼到幾多？擼卡擼到嚇，跟管理課係到台塑企業上班嘛，打電話服務台打電話講，到服務台領包裹，佢想乜個有包裹，結果一去個乜個信用卡公司免費送個碳誒，滿額送滿額啊，滿提供係消費按窮嘛，消費到。無緣無故就數到佢談啊！這樣子講哦，我消費要按多。跟你哋一觀念咯，你知道？一下年紀較大，觀念就貴。用幾多？sản婦也唔會買啦哈，畫其實我也是學畫畫、學藝術，這個會畫就看唔可以輸。就唔是買咧。對，這個看這個欣賞，錢就要留起來養老。哎，就這喏，你這個有路卡。我冇擼卡，你冇擼卡，用人來擼卡。生人擼，我主張要幾多花幾多，係，較冇負擔啦。那我以為吼買實體咩做嚟買當道啊？你哦，你都知嘅，唔會分期嘛，唔會擼卡嘛，唔會擼卡。唔過呢，我從細我媽媽要講一句話，乜嘅話？賺到嘅錢唔係人嘅錢。哎呦，相當人口袋嘅，真係人嘅錢啊！所以講吼，人講冇嘅思維，人就唔可以學嘅種。頭先睇大分享啊，知道講，咪發現到每3年嘅方式無同，重要係乜嘅？你要用到聰明。用到強鬆，這樣唔係講未來發生問題嘅時節，你幾筆卡銀用擺現啊，你自家信用要忙啊，做啲當重要啦。係呢，基本上真係要學到嘅啦，嗬。啊，條後生朋友啊，啲事前嘅時節啦，使用信用卡啦，還講啲擼卡分期嘅時節，我記得啦，瞄一下自家嘅師傅，看一下人家師傅的嗬，做得冇啊？我都是冇信用，你就冇師傅了。動作係乜嘅？儲貼信用。我知道不管係同批，也係講自家來嘅買嘢啊，做交通咩當重要。我見邊愛買乜嘅東西，你試啊冇？我本嘅東西試啊冇？事態冇同冇強樣，比如講阿珍見邊一開始就講你買啊東西，你做得對法。係我請你就會講一件事情呢，唔講我後邊亂買，我還蠻講晒。客家男人呢？對法，好尊重你。有好看嘛？尊重你，還有乜嘅？還有體諒你。什麼愛講嘛？做得啦，冇生嘢最重要交通啦。哎呀，什麼5位姐姐嗬，芭比姐姐，芭比好睇嘛？好睇。
哈，什麼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他賣東西嘅心情，創業嘅交通，所以用自家細哦好好來數好來財富，好嘛？有閒再過來共下6年先，當你獨樂先，再來。